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0日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康桥国际学校交通车昨伫文山磅空并车有20个人送病院，加载人拢平安。今仔日有10个人照常上课。宜兰有一台自用车弄到头前停红灯的车辆，刷落搁再弄附近的超商，民众讲有闻到酒味，而且这个驾驶细心细心。民进党提出草案，要求中国籍的配偶要入台湾籍进前，就要先放弃中国人的身份，而且要宣誓效忠台湾，也要经过考试。好，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私立康桥国际学校有一台交通车，昨伫这个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的文山磅空并车，车顶25个学生甲驾驶有20个人送病院，加载这人拢平安。校方讲，今仔日是有10个学生转来上课，后手会阁进行关怀甲辅导。原来这个驾驶伊伫学校服务期间记录是真好，要入去磅空进前嘛无超速，所以详细事故原因还阁需要调查。这台游览车伫文山磅空来出去，弄到壁了后，阁驶一辆车并去，最后倒伫咧路中央。11暗时7点12分，康桥国际学校的课后社团交通车出事故，家长收到通知是正着急。我们联系不到学校，只有我们自己的班导，因为我们有群组可以讲话。那所以就是小孩就是上了救护车之后，有跟我说他们要去医院，知道医院地点，我们就去医院跟小孩会合，才跟亲眼见到小孩子。是 OK。交通车顶悬的25个高中部甲国中部的学生，靠每一个学期的导生演练，拍开车顶的导生门走出来，移动边等待救援。包含驾驶20多个人，计共有20人送医，加载拢无性命的危险。暗时11点40分登厝休困。这25位学生里面有10位有到校。好，那有15位学生今天是请假的，好，那我们也都请导师们在持续关心他们这些请假学生的情形。校方表示，会阁关心学生，替因甲课业补起来，因为这摆出事故，嘛会严格要求驾驶遵守安全的规范。不过家长质疑，学会校车登记外包，开伤警甲撞红灯的状况常常发生，敢有法度保护学生的安全呢？害怕啊。就是他就讲说我不想坐校车，我自己也亲眼见过康桥在校车在市区会闯红灯。等到这个事故原因调查出来，如果有很明确他有严重违规的情况，我们最重是可以跟他解约。校方表示，这台车2011年，去年9月开始伫学校使用，驾驶2024年开始服务，正有2摆小违规，已经结案。那交通车入去磅空进前时速66公里，无超速。不过实际事故原因，也阁爱等警方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一层意外，这是伫个宜兰有一台自用车，今仔日透早的时阵，凶去弄到头前停红灯的车辆，刷落来，搁再去弄路口附近的超商。迄当阵，这超商内底除了员工以外，也阁有其他的民众。加在落尾，敢若这个驾驶小可受伤尔。附近的民众是讲有闻到驾驶身躯顶有酒味，而且人阁细心细心。其实根据这个统计，宜兰县这3栋内平均一栋都有1700件食酒塞车的案例，而且这个数字已经愈来愈多。
这台轿车先推动一台单停红灯的车辆，高速度正紧，冲入去附近一间超商内面，造成超商的门厅拢规个拢凹去。玻璃碎片也甲规头卡，一台 iPhone 机器也被弄坏去。迄当阵内面除了员工，还有真侪消费者。收空的，酒驾啊！酒驾开车弄你来。超商的员工一早起就无闲伫咧表述。我刚才这件发生伫咧宜兰罗东镇的意外，这个若死亡的驾驶头侧伤送病院，消费者甲员工拢无代志。现场边就讲，这个驾驶规身躯拢是酒味，倒伫咧车内怣怣困。他怎么样？撞进去怎么样？就听说人都没下来，没下来，还在睡觉。哇！警方讲，这个死亡的驾驶要送病院，无性命危险，爱抽回检验酒测单，已经请检察官协法鉴定书考司调查原因。黄姓驾驶求得指，本分局报请检察官核发鉴定许可书，详细肇事责任，警方厘清当中。警方统计，宜兰县最近3年平均每年有1700件酒驾的案件，而且一年比一年较增加。酒驾死亡的意外也自2021年的3件，增加到2023年的7件。酒驾害人害家己，就算是提悬罚则要歇诉，效果有限。警方呼吁民众莫过失运气，才会到时后悔。记者综合报道。基隆的警察苏玉红顶个月月底伫值班台咧上班的时阵，互一台熊撞入来货车甲弄死。今仔日举办告别式，内政部的处长吴永辉是颁3等的楷模奖予伊的家属，嘛强调会来要求警政署加强派出所的防护设备，嘛帮助这个苏玉红的小妹未来会当去金门服务。家属捧孙子警察苏玉红的新主牌仔，看落是真悲伤。几个警察局的长官甲同仁嘛来甲送，做伙送遗体去火葬场。家人8岛分驻所的警察苏玉红，2月底伫值班台值班的时阵，去有货车弄到不幸过往。这个案件引起社会重视。12举行告别式，那相片是经伊穿警察制服入沿道的相片，现场的气氛是真庄严。警察同仁的这一个安全防护，那我想我们都会极力来争取预算来这个做一些相关设施的办理，包括我们警察同仁的设备的装备等等。所长致辞的时阵表示，苏玉红做工课是真积极嘛，真认真，希望伊会当带亲戚朋友的祝福甲爱，继续后一段的旅程。那内政部处长吴永辉颁发3等楷模奖予家属，包括家人市长贾国良，还有未少民代，拢有去现场陪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以后防护我们一定要努力加强。谢谢，真的很难过，所以拜托大家，我今天真的很难过。基隆是因为是一个警察流动率高的离谱的城市，所以我们对于怎么保障基层的安全，我觉得那个会是基隆市警察局务必要在这半年内能够兑现，并且向基层喊话跟保障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案件引起警察驻地安全防护的讨论，警政署已经下令各警察局重点驻地安全，严厉警示护栏，而且针对高风险的派出所提出改善的措施。请各县市警察局一定要不断的叮咛同仁在执勤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在驻地的这个强化它的防护措施的部分，也都已经在做一个规划。必须要让我们的基层警员在服务我们大众的同时，自己的生命安全也能不受到威胁。这个相关的措施下去一定要充分的检讨。因为苏玉红因小妹目前当地的警专受训，警政署嘛答应讲一定会协助伊返去金门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南投金福华食品公司甲有含苏丹红的咸食粉做成3地上等等的产品，业者今仔日是来开记者会会议的，讲已经改用青的番茄酱来做，有问题的产品是全部回收。另外，台北市嘛是同款有查到8间业者是用到苏丹红咸食粉，即马嘛是全部落价回收。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爱对源头来甲切互断，目标伫1个月内爱全部落价。必须要向社会广大的消费者道歉，对不起。金福华食品公司当初因为误用林站公司的苏丹红番茄粉做成沙地上等产品，向社会大众鞠躬回收的。业者解释，苏丹红事件爆发了后，拢有向林站加工保持联络，但过拢无得到正确回复。目前针对进前的制品，只要含有番茄粉的成分，无论敢是防污染，全拢回收。日起就是不管是什么东西，
只要投入辣椒粉的，我们在各地县市都会进行通报，并且我们会跟我们的盘商跟经销商进行全面的回收。我们所生出来的东西都是以生煎辣椒为主的，不再使用任何的辣椒粉系列了。苏丹红环境粉事件，唔那是扩大到金福华公司造成的沙地上等产品，下游也流向台北八间业者，台北市安官带队到下游查核产品的流向，发现阿弟餐饮公司进货的香炉麻辣古山堡已经卖出460盒。金宝公司的英雄类麻辣鸭血包也卖出5.2万外包。六军后勤指挥部副食供应中心进货福台牌沙地酱造成残失。国防部表示，目前停止使用回收含苏丹红成分的食材回收。有机类产品也会有防回收送检。营长苏丹红是安防部行政院昨天召开研商会议。最主要从源头的阻断侦查呢为主，所以呢一定要加强检验。如果已经有违规事件的这一些厂商呢，就不准他再继续进口，然后查出来的这些产品呢，一律要销毁。遇到不管是自己的产品发生有疑虑，在采购原物料的时候发现那个原物料有问题，跟我们做自主通报。行政要求1个月内完成所有含有不法环境卫生款的产品拢摕落来，食药署也研究高风险品项名单，加强产品的管制，爱为边境源头阻断，加强厂商的稽查。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团要杀总统大选用无在籍的投票，包括增加境外投票、甲同性投票等等。民进党团是跳出来批评讲，这国民党团就是为着中国的介选，甲提供门路，互咱台湾人伫中国无法度靠家己的意志来投票。也那民众党团是认为讲，咱会当先来推动移转投票，也就是讲，互民众会当伫读册也是上班的所在来投票。也毋过，即马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讲，目前拢无相关的规划。不在籍投票期的发讲，国民党立委提出的版本，纳入总统大选，包括增加境外投票、同性投票，加行政院版本限定伫全国性公投，加移转投票，两方面有落差。行政院长陈建仁在日表示，一定要确保投票的公正性。行政院对公职选举目前无不在籍投票的规定。对于公职选举的这一些办法我们目前并没有相关的规划。如果呢要做不在籍投票，我们需要在选务的加强，以及呢如何达成选举的秘密性，而且正确性跟公平性都需要来研议。针对南亚立委提出境外投票，可能包括中国，防即期为中国介选开大门。民进党团批评，台湾若伫中国境内设立投开票所，也是采取同性投票，中共会当以相关国安法律检查邮件投票，恐惊害咱国民众陷入危险，红法办。我们的国人在中国投票，如果被中国法办了，怎么保护国人的安全？然后在武警荷枪实弹的监视之下进行投票，这种投票是自由民主的投票吗？民进党团认为，咱国民众伫中国无法度按照家己的意志来投票，国民党提案版本是危险佮危险。也毋过国民党其卡心也反驳，佮反抗民进党抹红。不管是海外的部分，或是境内的部分的不在籍投票，都没有任何人提到说非得在中国大陆设投票所不可。但是呢，民进党却讲得好像国民党只在中国大陆设投票所。我们台湾民众党讲的叫做，我们希望能够尊重所有国民的参政权。那在不在籍投票在没有形成国内共识之前，现在比较有共识的是所谓的移转投票。另外，民众党团也支持不在籍投票，也毋过黄珊珊强调，目前国内无形成共识，现阶段先推动移转投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籍的配偶到底要爱几冬才会当入咱台湾籍咧？民进党团是提出草案，要求中国籍的配偶要入台湾籍，就要先放弃中国人的身份，而且嘛要宣誓效忠台湾，佮要经过考试。陆委会是回应讲，这中国籍甲外国籍的配偶，因的基础其实是无啥共，所以要考虑好清楚。也那内政部长林佑昌是表示讲，要入台湾籍，这是有必要的。
国民党团准备推动6批处理人国身份证年限，为2年改做4年。民众党团也表态支持，引起社会讨论。今嘛，立宪立委也提出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草案，规定6批入籍爱宣誓放弃中国公民身份，甲效忠台湾，也爱甲外批同款经过考试等规定，才会当得到台湾的身份证。在宣誓里面提到说，我放弃中国籍，并且效忠台湾。那这个宣誓的条例其实是具有法律的效益的。如果你违反里面相关的规定，你必须被注销户籍。民进党立委提案6批入籍宣誓，那也立委批评无应该意识形态看台，在台6批也讲出心声。以前都不需要宣誓，那为什么现在要宣誓？如果我不爱台湾，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20年？我早就回去就好了。黄捷委员不要放大，用意识形态去看待问题。对于陆配外配的陆籍，我们也不应该有歧视。修法版本的宣誓有法律效力，违反会防注销户籍。提案今次可行，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6批宣誓是陆委会权责，内政部主管国际法。不过，伊认为宣誓效忠中华民国是应该有的提议。我想对于国家的一个宣誓啊，我相信是很多人大家会认同的。毕竟要加入一个新的大家庭，效忠这一个国家，效忠中华民国，我想这个是也是应该有的一个提议。陆委会主委胡泰山表示，6批甲外批基础是无同款，需要同盘考量，相关配套应该由立法院来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白宫公布2025财政年度的预算，其中是第一摆把台湾单独列出来，编1亿的美金，要用外国军事用资等等的门路来援助咱台湾的军事装备。美国国务院讲，这是历史性的投资，来展现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美国白宫伫美东时间10月公布2025年财政年度预算案，其中头一届单独列出台湾编1亿的美金，差不多新台票31亿4千万，要透过包括外国军事用资等等的管道援助军备，强化台湾的核阻力。美国国务院形容讲，这是一笔历史性的投资，展现对台湾安全的承诺。We break out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and have a specific line item for it. Reaffirms our commitment to security assistance for Taiwan and to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I think it's very clear. I think it stands on its own. 美国总统拜登嘛头一届伫国防部编5亿的美金，用伫补充提供予台湾的武器，予美军确保火药甲武器的库存保持备战的状态。法案来自总统拨款权，会当伫无经过国会许可，高速提供台湾安全援助。It provides that backfill for the services for anything that we provide to Taiwan. We then would be able to look at how to keep ourselves ready in those same areas. So that $500 million will allow us to backfill ourselves for items that we might provide to Taiwan. 这还在编列嘛我们的确有一些法案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我们会持续密切注意。美国首度在预算案中单独列出台湾。编列经费协助台湾强化嚇阻能力，这是美方再次展现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协助强化我国的防卫及嚇阻能力。外交部对此表示高度欢迎。拜登去年7月份动用总统拨款权，提供台湾上济3亿4500万美金的军事援助。8月份，佫透过外国军事用资，提供台湾8000万美金的军援。今年2月宣布伊上任了后，第13届对台军售。不过，目前美国对台军售也有19案要卡条例。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间国小的导师，互人指控会用白目，也是欠拍等等的用词来骂伊的学生，甚至佫会甲人拍。就连学生上课啉水，也是讲走便所，都要甲处罚，互囡仔是正为上课。即马校方是回应讲，已经甲这个老师暂停聘用3个月，也会启动调查来积极辅导一班的学生。弹簧床那边跳，一边拉一边跳，跳来跳就跳到弹簧床下面去了，就吊死在那里。囡仔听到老师的话，登去甲布红仔吊伫咧卡顶的山顶，佮向红山某一间国小的家长指控讲，一个2年的班级导师登记用话，还佮动作霸凌学生，原本去年底也受到5位家长的投诉。
一学校上学，每个人都是愁容满面，然后有孩子不会或者被老师骂的时候，其他同学想会去帮忙，结果连要去帮忙的同学都被骂。我有问题举手，他跟我说全班29个人凭什么要为了你一个人停下来，然后叫我闭嘴。那以前学生出面指控，当日这班的囡仔佫用保安武器，互老师用车拍的情形，囡仔佫因为安尼生跋倒受伤，家长真痛心，决定和其他家长做伙联署改聘老师。有小朋友要上厕所，老师就说你不能去，结果小朋友就不小心就是尿裤子了。然后尿裤子之后，老师就请全班同学一起去笑那个小朋友。囡仔欢喜上体育课，本该爱像安尼天真活泼，却因为老师霸凌由头到面。学校表示，这位导师总年资已经有30多年，伫这间学校待开20年，进前无接过类似的申诉，接到通报了后，遂启动调查。本校也于1月30号召开教评会，那基于学生的受教权与教师工作权。决定对于该位教师停聘3个月，静候调查。除了暂时停聘而且调查，学校也会针对这班的学生进行辅导。目前班级由其他老师代班。日本基金会呼吁学校就要谨慎调查，该聘无责任的老师，避免其他学生受害。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警方接到家长报案，讲家己的后生甲4个未成年的朋友伫咧厝里啉烧酒，而且佫吵甲互厝边头尾拢来抗议，而且佫唔听口劝。警察到位了后，这寡少年呢佫黑白呛声，起骹动手。经过调查是发现其中有1个人就是失踪人口，所以警方是规起甲5个人全部拢带转去派出所，也要来追查因遮的酒甲烟到底是对倒位来。警方就来查访，这个少年家食烧酒醉，佮一直大声咧喝休，先讲就讲袂顺车。这个人甲警察起冤家，愈来愈歹下手，看到面就要失去控制，警方甲喷含姜水压制。接获报案人指称，其儿子与朋友疑似在家中饮酒及妨碍安宁。针对少年抽烟及饮酒部分，分别通报卫生局及社会局进行采罚。这代志发生伫咧新北市新庄，这个食烧酒醉的人拢未成年，车站饭店过点外，5个朋友伫咧厝里食烟佮食酒。警方接到家长的通报，把这5个少年人带回去派出所。在《儿少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中有明文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可以贩卖、交付或者供应这些物资给未成年者。那如果违反这样相关的行为的话，会处分1到10万元的罚款。烟害防治法第17条第1项的规定，任何人是不得供应烟品给未满20岁的人。那违者会依照罚款我们会处最高25万以下的罚款。涉案的5个人内底，上少岁敢若13岁，其中2个还在读高中。不过未成年涉及食烟食酒，警方嘛要追查源头，调查是啥物人提供烟甲酒给因，嘛通报卫生局甲社会局。只发现店头有提供烟酒的行为，相关单位嘛依法来裁罚。记者综合报道。性平法已经施行20冬啊，也毋过即马校园内底要是定看到一寡性别暴力的事件，尤其是伫幼儿园。今仔日离校团体就来开记者会，认为讲应该爱改善幼儿园性平案件的处理流程，因为并若即个幼儿园出代志，家长是定定讨无监视器等等的证据，互人感觉无啥毋茫。推动全民性平。离校团体甲立委12早起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性平全面化。离校看法也应该检讨修正，因为台北市某幼儿园伫111年到112年之间，爆发老师对10多名幼童疑似性侵、性骚扰行为。教育局伫调查期间，以离校看法为由，无要互家长处理监视器的画面，也无互加害老师随停职。造成后手阁有其他囡仔受害，互家长是受气更唔甘。女儿其实一回家告诉我说老师有摸她屁股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家长第一时间我们就去到幼稚园。那园长一出来呢，连要了解状况的态度都没有。如果前面111年6月有阻断的话，不会到112年的时候发现13个孩子陆陆续续受害。离校团体表示，目前各项以上性平事件拢有完善调查机制，
佫至少有2/3有性别专业的调查委员组成。要过当教保员有违法事件时，是以教保相关人员违法事件调查处理办法调开委员会，不一定会当为囡仔的权益来监督。性平法的一个调查应该要延伸到学龄前的一个儿童，让性平的一个调查全年龄化。幼教法相关都有规定，所以他当时北市有没有落实？我觉得要回到北市教育局当初对这一件案件的处理。因为加害老师会伫拜六3月16日期满，为着避免加害人有延毕假造，还是高产证人的顾虑，立委呼吁承办检察官应该继续羁押。佮全面检讨治权法，对加害人、甲受害人，伫同一个学校是机构，也做自信程度应该爱修正。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一寡流浪代理教师，伫合约结束了后，就要继续去找头路。也若因进前做代理教师的年资甲经验，其实目前踮一寡县市，也无通像一般教师共款，甲列入去变作是讲薪水的条件。有代理教师是认为这违反平等原则，要求释宪。今仔日是总算伫宪法法庭来举办辩论庭。有采季跟没采季。以今年累积到今年的年资，一个月月薪大约差6000多元。张凯翔伫2017年做新北市中和高中的代理教师，伊进前有2年的代理教师经验，但是校方认为伊进前2年的年资袂使算数，国讲这种算法是按照教育部甲新北市教育局的规定。张凯翔认为这款规定违反宪法的平等原则等等，申请释宪。宪法法庭初2再时开庭辩论。在教师不管任职在哪，所肩负的教育职责几乎与正式教师无异，所聘任也经过一定的程序，在教学品质上绝对不亚于正式教师。以学生受教权的立场观察台上的教师，其本质上是相同的。如果因为台上的老师不是身份上正式的专任教师，我们台湾就选择续薪给予差别的待遇，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人民？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有品质上的差异。申请人表示，目前代理教师的年资敢通累积，要看各地方政府的规定。地属共一个代理教师的薪水伫无共县市，会有无共的算法甲结果。但是因认为，这款教育事务的规定要全国一致才公平。不过教育部认为，要让地方政府有春秋的空间。教育的这个权限，除中央列举以外的，应该是归属于地方权限。好，就是说，即便在同一个县市里面，它也有比较市区的地方，那么也有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就会有很多必须要弹性去运用的这个人力。所以以裁员整块的这个分配来讲，就是应该是要容许给地方有一些空间跟权限。教育部表示，教育经费要看各地区甲各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做无共的拍算，而且按照教师法这个法条，代理教师甲专任教师的权利义务拢无共，所以并无违反平等原则。但是申请人指出，实务上代理教师就参正式教师共款，需要担教育责任，也要负责行政事务等等。概括内容参正式教师相共，应该平等对待。记者郭文耀凯台北报道。瑞典有一份研究讲，台湾是全球受到境外假消息影响上严重的国家，而且是连续10档拢排第1名。专家表示讲，亲像是 FB、Line 甲 TikTok 这的境外平台，若准是互人用来犯罪、来伤害国家权益，其实咱高达也无通管制。所以希望政府应该爱对美国甲欧盟的脚步赶紧来立专法。根据瑞典哥德堡大学2023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台湾是全球受境外假消息影响上严重的国家，而且连续10年排第1。去年法国某电视台拍纪录片，指出中国透过 TikTok 的假消息来影响咱的选举。但是像面册、Line 和 TikTok 这寡大型境外平台，若是用利用来犯罪、伤害咱国的权益等等，有律师就指出，台湾高达也无专法通管制。中选会被指控说大规模作票，后来发现那个根本就很多是假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假的影射或者紫色，你却没有对他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要他下架，这就是我们目前遇到的困境。台湾教授协会开记者会指出，美国、欧盟拢有制定网络专法，咱却搁咧用社会特殊维护法来管理网络犯罪案件，尤其面对境外平台的诈骗和假消息等等，各有可能会影响到国安的部分，咱拢需要加强网络的治理。协会找专家学者伫咧记者会顶悬要求新国会爱制定专法。
除了我刚刚讲的商业性的、犯罪性的、刑事犯罪以外，我们还有国家侵略、武力威胁问题，是国安等级的。所以，我们现在期望民进党的行政院跟国民党、民众党占多数的立法院，都应该将网络平台的专法列入最优先的法案。咱常常拢会用网络来买物件、查资料，也是看影片。网络对咱的生活影响真大。专家学者嘛，呼吁政府也着要求这个境外平台伫咧台湾着爱有法定代理人，保证平台会当遵守台湾的法律，就是管理的实际业务，后面将有安全的网络世界。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有民众甲立委陈情讲，因伫网络买花干仔，结果送来的煞是石头。若准是伫境外买物件，想要退税，要阁爱纳6000到1万的公证报告费，互真侪人是规气刷去啊！即马关务署是回应讲，因当咧建议即个实际的做法，希望讲伫境外买物会当阁较利便。收到伫咧网络顶买包裹开看卖内面，即个若一堆废纸，网络诈骗常常发生。虽然会当申请退款，但过若是伫境外买就真麻烦，因为就算是电商平台愿意退，但过已经付的关系是真歹退还。除了申请的流程真复杂，也怪减负公证报告加平均6000到1万的公证报告费，有真侪消费者规气家己零税。他买这个2-3千块的洋装。他的一个退税费用也不过200-300，可是他要面对的除了繁琐的申请流程，还要去缴交所谓的公证费用6000块，还有保证金。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就算了。在去年双11尖峰期间，台湾一个月内进口的快递货物报单有565万份，其中有一寡想要退货消费者，不过依照现行的关税法规定，若是想要退关税，应该伫咧货品提领进行。不过民众拢是伫咧厝内收到包裹了，才知影被诈骗，所以关务署正对此伫咧研究具体可行的做法。之后会去研议就是针对这个民众跨境网购如果有遭到诈骗的这种情形的话，可以在货物提领之后，然后减负这个遭诈骗的证明文件。那依照我们关税法第17条，用更正的方式，更正报单的方式，来办理退税的这个具体可行的做法。立委钟阿兵问讲，民众爱安怎提出被诈骗的证据？关务署讲，无排除采取金管会做法，或者是请民众提供报案的记录。就要搁再确定实务上的可行性。立委吴丽华也呼吁，既然即马有 EasyWeb 关务 App， 也应该好好利用这种工具，让民众拄到诈骗要退税时阵，会让更加简单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在台中中区的东协广场，发生有业者咧经营毒品的 party。警方3月初10去调查，结果当场去查到超过100包的毒品，甲172个人是做一撮带转去验尿。这当中有33人是失联移工，也拿2个台湾籍甲越南籍的负责人，参另外2个员工，即马拢已经移送法办。警方这边到这间舞厅电话开，音乐嘛拢停落来。原来这是一间专门给越南籍人士消费的夜店。好，各位哦，我们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1分局侦查队。越南籍的消费者敢若会当乖乖配合，因强调伫遮敢若啉酒跳舞，啊毋过警察带狗仔详细搜查，却敲出不少毒品。有对不对？有。连狗刚刚在那边有反应啊。警方除了敲出其他边122包，共54包咖啡包毒品，全部拢依法查扣。警方进前接着线报，这间伫东协广场的夜店，平常时出入的人就真复杂，再有袂少舞厅甲夜店。那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的方式，提供予越南籍移工去遐消费。啊，不过实际上内底若是办毒品的聚会，阁有真侪失联移工去遐消费。本辖昔日某繁华商业大楼内，除提供场所给外籍人士喝酒、狂欢跳舞外，还藏匿大量失联移工在内消费。警方甲172人带倒去验尿，其中有33个是失联移工。那负责经营的台籍姓杜的男性，甲越南籍姓缅的男性，阁有2个员工拢互移送法办。2个负责人讯问了后，也互法院裁定收押。记者综合报道。
交通部观光署公布112年饭店的绩效，其中观光旅馆住一暝平均是爱开4660块。观光署是分析讲，这就是业者营运成本变悬的关系。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目前这假日甲普通时仔的房间绩效是差真大，所以当国际旅客回流的时阵，就会和业者来讨论调整定价。国内旅宿住暝人次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观光署统计112年住暝人客有甲7983万3000人次，比108年疫情之前增加差不多2万人次。住暝绩效持续咧起，观光旅馆住暝一晚平均4660块，比前一年起11.08%。一般旅馆的房间平均是2671块，比前一年起7.75%。国际观光客，尤其今年如果年底冲到1200万，把离峰的这个房价把它的这个收入把它补了以后。那旅宿业如果他们的收入提升，也有盈余的时候，那我会跟他们讨论是不是在大家所谈的尖峰的时候票价太高，是不是要做一调整？做一调整的部分也有这个区域不一样。交通部表示，目前住暝绩效伫尖峰甲离峰的时段是差真济，所以业者敢若会当靠尖峰的绩效来补平常时仔的。目前全力拼国际旅客回流，观光署分析，国民旅游的市场渐渐分众化。加上疫情了后，各项营运的成本加悬，嘛是造成住暝绩效一直起的原因。从缺工到基本工资的调升，整体的成本都在上涨，所以呢，这个要回去到以前的这个消费水平，几乎是不可能。针对住暝绩效创下新高，旅游业嘛呼吁政府都要重视各行各业欠工的问题，要迎接国际观光客，接待量才有够。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富里的青梅本地是这个月月底就会当收成，也毋过即马受到气候的影响，产量大减。有一寡农民是怨叹讲，这树仔顶连一粒梅仔都拢找无，减产7成外。预计这今年青梅的绩效也会受到影响。伫花莲富里梅仔的产区，即马正是开花结籽的时阵。往年这个时阵，树仔顶梅仔是4家800，不过今年产量无够1成，连本钱拢赚袂大。有两先讲这涂骹那个冇涂骹的，今年涂骹无看到梅啊，树仔顶无看到梅啊，起码才存到1成几啊。规丛都无生咧。花莲种青梅的面积有67公顷，其中富里乡就62公顷，每年的产量差不多212吨。不过今年受酷寒影响，梅仔树只敢若开花无结籽，收摘面积25公顷，是这几年来上严重的。我们的梅子在1月份开花的时候，完全都没下雨，所以整个结果率非常的差。目前以我们的观察的话，结果率应该是低于3成，所以今年基本上要交货的这些部分的话，基本上就是失收了。关府农业处加花莲农改场，也有农粮署东区分署做勘灾小组到现场现勘，评估损害程度到30%到现金补助的标准。收海的申请的期限是到3月19号为止。那会不会影响到今年要产梅的价格？会不会？当然，因为我们的量少，它的价格就会增加。富里乡农会强调，因为有的树仔是规丛拢无唔通采，所以伫往年拢会办的青梅仔推广活动，今年恐惊会暂停。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开第一届的全球诈骗峰会，这因是警告讲，诈骗的手路其实一直拢在变化，而且这大部分拢是用科技来犯罪。伫英国境内，就有7成的诈骗案拢是甲海外有关系，所以呼吁国际社会爱合作，做伙来提防。今年伫英国当局的强力执法，诈欺案件数量减少，不过官员警告，诈骗已经是全球问题。英国境内70%以上的诈骗案，甲海外犯罪者有关系。去年诈骗案不法数值30亿英镑，相当代表1200亿是汇去海外户头。It is not inevitable that the fraudsters will succeed, and in fact, with our collected efforts, we can make sure that they don't. 官员表示，诈欺者有时阵就会当将人骗甲伊拢西，也真会当缀着时代，利用一直翻新的高科技，公布强化诈骗手段。这摆诈骗峰会，7大工业国集团5案联名官员，新加坡、韩国有部长级的官员与会。谷歌、苹果、亚马逊等大型科技公司各界主管也出席，以增进公司部门打造合作。And the sad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fraud is evolving.
fraudsters are taking advantage of modern technology, the very technologies that have liberated much of our lives. 执法者认为，诈欺者手法高明，这摆防会也有重要目标，就是强化执法单位跨国合作。防会有计会发布公布，对联合打诈行动提出进一步的承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日本的京都是全球有名的观光城市，也毋过最近煞传出有旅客是违规去对艺弹，甚至佮甲人翕相的情形。市府即马推出新的规定，对后个月开始，就会禁止游客入去私人的道路。行伫咧古早厝之间的巷仔，感受日本的传统文化。真侪游客若到日本京都，拢会去池原这个所在，除了去高级餐厅食饭，也有机会当看到艺伎风采。也毋过，伫最近有真侪外地人违反当地规范，毋但是走入去私人的道路翕相，也常常发生伫一个艺伎后壁想要甲因讲话翕相。当地居民委員會就希望京都市政府對無守規矩的遊客採取行動。公認的社區唔是組隊樂園。あくまでこう罰則規定がないような形で、あくまでこうモラルで委ねたところが一応線引きをしたっていうところは必要だったかなと思うので、まあ明確にやってよか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京都一個在地協會就講，池原有真濟路看圖無到2公尺，尤其伫咧這年月巷仔內面，伫咧藝伎後壁一直翕相。袂輸敢若是古早對共款，雖然市政府早就警告講，無經過當期的翕相行為，相關會罰1萬日元，也毋過也是無法度阻擋遊客想要挖掘藝伎。市政府按算自後個月開始禁止遊客進入池原正會私有道路，但是對這項新的規範，遊客看法無啥共款。I think it's very good to ban to take the pictures of here in the area. You know, the privacy of the girls, of the women. I wonder why it's being enforced. To me, this is a unique heritage area, I guess, that people want to enjoy and would like to photograph the architecture. 日本自從疫情解封了，就有真濟外國遊客來日本耍，真濟城市攏甲京都同款，拄到過度旅遊的問題，影響當地人的生活。真濟地方政府就提出更加嚴格規範，希望會當控制這種觀光公害。公司新聞牛眼編輯。今年总統大選進前，總統府的秘書長林佳龍伫咧府選的時陣，伊有表態講，這彰化袂閣再起焚化爐，也毋過開發案煞講要伫咧3月14來辦說明會。即馬彰化在地自救會甲環保團體今仔日早起是去到總統府來陳情，呼籲一定愛取消說明會，停止開發。林佳龍兌現承諾，基頂焚化爐不會蓋。來自彰化自救會甲環團的代表都徛佇凱道頂懸大聲話，要求總統府的秘書長林佳龍遵守承諾，自救會查牛仔囝模型、蛤蟆甲雞卵。因強調彰化是農業的大縣市，無應該擱起高污染的焚化爐，若無毋若衝擊在地，佫會影響全國食安。我們只是要來要求我們的生存權、我們的生活權，為的是什麼？為的是我們的下一代。彰化區的議會代表表示，當地有幾若千公頃的養殖魚塭仔，久長來煞要忍受六輕甲中火南北兩邊的污染。因認為，若准政府內要起焚化爐，過去就甲彰化縣改名做垃圾縣。我若看到因要過來開吼，我就想要哭啊啦！我們彰化縣那個章要改掉，要改骯髒的髒，真的要改骯髒的髒，很可悲啦。雖然秘書長林佳龍已經公開表態講袂起焚化爐，不過地方的公開說明會所要是要照辦，環團是要求說明會要嚴密取消。直接宣布3月14號不要辦說明會，不然會爆發嚴重的流血衝突哈。反對正定焚化爐自救會會長吳尚正手提陳情書，和其他的代表做伙入去總統府陳情。因強調彰化無需要焚化爐，且政府就要救彰化人的命。取消14佇彰濱3業園區舉辦的公開說明會，停止開發。記者林靜梅、陳昌維台北報道。去年台南天狗日的疫情有2萬多人確診，一直到今年的3月初6，因為連續31天攏無新的病例，才總算是宣布疫情解除。也毋過即馬天氣閣要轉燒熱，所以台南市政府是辦防疫會議，按算對4月初1開始，若准查到厝鄰積水的桶仔有水珠，就會罰3000至15000塊。
我们现在登革热疫情现在都开始注意4月1日起就开始发现积水容器就开始开罚单了防洪地宣传单就连社区上课地点嘛无要放过宣导的机会，也社区的视角更加是防治重点。去年发生第一站本土天狗类疫情的林德成公里，今年嘛提早应对。嘛是像进前的作战守则安尼，因为阮有经验过所以大家搁照迄个 SOP 的做，应该会无问题啦。借由每一次的课程活动当中，做登革热疫情的宣导，提醒民众1至3月还是属于在宣导期间啦那4月1日开始，我们卫生所、卫生局他们就会开始做强制的开罚单的做法。2023年台南天狗类疫情严重，拢总有21529人确诊病例。防治期间更加是出动国军支援，也有市府团队总动员，一直到今年3月初6，连续31天无新的病例。台南市天狗类防治中心则宣布解除天狗类疫情，不过气温开始回升，休无几天，防治工作已经开始。从东南亚跟从中南美洲的一个例子来看，才开春而已，他们病例数都是去年的2倍以上，所以说，我们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接近恐惧，因此今年要提早启动登革热防治。过去拢认为天狗类大流行4当1摆，不过东南亚地区天狗类疫情是无断，民众出国旅游、做工课、回乡探亲，拢有可能把天狗类病毒载回来到社区。所以境外疫情绝对袂当大意，呼吁市民较无厝内无积水，嘛5万个单位提早做好准备，甲去年有诶欠点遐是问题，搁再检讨，互民众平安度过流行季。记者台南报道。立法院伫去年通过再生能源发展条例，要求一定规模以上，无论是新起也是翻修的建筑物，拢要设供电棒。即马内政部是预计要互300坪以上的建筑物，每6坪都要设供电棒。也毋过，环保团体甲学者是认为讲，这面积应该都要限制伫个90坪，才会当求关绿电的产量。伫咧厝顶装太阳能板，将会是以后部分建筑物标准的配备。立法院伫去年通过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以后一定规模以上新的增加改建的建物，拢要装设太阳光电，但是面积甲设置比例要安怎规范？款团有建议。300坪以上的屋顶面积的这种建筑物，才需要做这个义务的装置。对于推动屋顶光电非常的不利，应该要把这个义务面积下修到90坪。年增加的这个装置容量呢，增加到这个0.22 G 瓦，多出来6000万度了，大概可以多供给2万户、2万家户的用电。内政部伫最近召开执法演讲会议，估计以300坪以上的建物做目标，但是甲款团所提出的90坪来比，无论是普及性，也是会当减少土地种电的面积，拢是90坪的成效上好。要专家学者认为，若是规范的标准无向下修正，也是这么宽松，就将歹达到台湾的政定目标。不管是从再生能源发展的角度，或者是从承担再生能源发展的成本，都会地区呢都承担的非常非常的少，应当要更严谨的建立起一个大家可以共同承担的规范。在这个80 Giga 的太阳光电里面，至少要有25 Giga 以上是来自于屋顶光电。每年屋顶光电新增量其实要想办法冲到所谓的0.6 Giga 以上。如果我们现在只是规范这300坪的话，它只有到0.17 Giga。专家讲，澳洲厝顶供电的计划是2026年进行，新建的公有加商业建筑物，老地方的面积大过76坪就会装。台湾若是因为执法的规范无够，就正歹达到2050年的厝顶供电达到50 G 瓦的目标。因若到目前为止，也未得到业管单位也个国土司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一个84岁伫台湾出世的富林人宣子阿嬷，一直拢有想要返来台湾寻亲。今年3月11日，由伊的后生陪伊返去到云林的好尾细细看看咧，总算是互伊找到80当前咧开药房甲仪器行的旧厝，互伊心内真感动。经过80年了后，重新搁行伫云林好尾的街仔头找过去的老厝。1941年伫台湾出世的宣子是原生的第2代。过去因为老爸是医官，捌伫高雄甲云林好尾大过。虽然4岁时二战结束返去日本，却一直会当返来好尾找老厝的梦想。很嬉しい。
他都非常讲不出的开心呐。他一直的梦想终于今天能够实现了啊！从4岁回到现在，他84岁嘛。选主讲，伊伫1992年捌和因老母返来台湾找老厝，毋过无成功。去年结束伫日本有机会成立了后，搁一届和后生来台湾嘛无找到。11透过后尾糖厂厂长的协助，总算顺利找到过去的老厝。比方他们药局生意很好，客人都常常来这边买东西，特别是这街是挡塞他会很怕，可是他知道狮子挡完后，客人就拿他们家搞坏了。食到好尾糖厂做的二砂糖，选主讲这就是细汉的时记忆中的味。因为过去已经知影老厝伫好尾糖厂附近，所以即届才会透过大糖的游客服务中心来协助，拄好拄到真敖讲日语的好尾糖厂厂长苏建元，才互伊顺利完成梦想。记者王伟雄欢迎报道。1949年5月19是国民党政府颁发戒严令的日子，对迄当阵开始连续43天，就是白色恐怖时期。根据报告，受难者超过2万人，毋过民间所认为讲，尚无有20万人互偷掠起来，也是枪决。即马民间团体甲一寡受难者是呼吁政府爱甲5月19定做是白色恐怖记忆日，希望这款悲剧莫再来发生。民众一日摕蜡烛拜春519的字样。1949年5月19是国民党政府颁戒严令的日子，了后的43年都是白色恐怖时期。根据促转会的报告，受难者超过2万人，不过民间认为尚无有20万人被秘密逮捕、监禁也是枪决。但是这重大的历史创伤，却无一个记忆日。8月民间团体和受难前辈甲家属发布宣言，呼吁政府应当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这家族的受害。无属于阮伫监狱底，才是受害的人。所以，这个受害的人，遮尔多时间遮尔长，是安怎无一个固定的日子来追溯纪念？咱必须要，互咱所有伫白色恐怖时期受迫害的这些前辈们。咱爱互因一个历史的交代，要给他们一个历史的交代，绝对不能让他们来白白牺牲。民团指出，有侪侪民众对228事件和白色恐怖拢分不清楚，建议政府要用文化运动甲历史教育来促进记忆的强化，嘛爱有纪念碑也是标志，互民众对生活中去了解白色恐怖。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嘛来到现场参与表态支持。对白色恐怖记忆日这个活动，我充分的支持。我嘛期待讲台湾的社会会当去重视。我嘛希望国家人权委员会会当做一个真好的桥梁。新台湾和平基金会表示，因要推动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除了是和228事件分出差别，这嘛是悼念受难者的严肃的日子。因说来开始联署这个争取社会的共识，希望台湾人民甲白色恐怖记好条，民主才袂行翻头。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台南和盛堂12年一摆的王献大典，顶一回这王船了境已经是36冬前啊。这届庙方阁甲王船请出来，所以民众是拢烧钱要去看。庙方表示讲，对1949年到打王献大典其实拢无当过，会甲台南市文资处来申请市定民俗，甲这项活动保存落来。水淹落地，当咧开水路，头前有家长团的扶持，双边兼有民众斗扣索，扣的就是这只24尺长的王船，大部分的王船便若出厂就准备要烧化。不过这摆台南和盛堂一去年才一考的王献大典，是当36冬王船开工了后，佮出厂西经7公里，这嘛形成府城旧城区真罕见的景象。比方讲，主要是12运王伫疫情尾声要来消灾解厄，嘛请真侪民众来求王船求平安。因为头前入面溜到遮传承啊，因为因即间拢无登过，因为别间有登过，你若登过一届，讲较白就是无机会，佮继续下一次。跟着孩子走走好玩，开就忝。不会啦，开心就不累。王船出来受咱
民众来吊摆，王船的来束缚，甲这无形的嘛收转去。这个代天巡守的王船宝男是由传统工艺保存者王明贤用3个月时间完成的，全部拢是照寸布用纸糊的，把展现真济古纸工艺风采。文书工作者指出，无论是狮头、龙，也是风顶星宿，看起来唔干那立体尔，这嘛互王船更加神圣。双龙的部分伊是拢用手工落去捏的。你若看到船边有一寡较细尾的龙讲实在，伊是用一般便的这个纸落去夹的。最近这几档要看到讲船会当用手工捏这个龙的部分，这只船可能咱会当好好来欣赏安尼。台顶的重头戏送王仪式，按算4月初6第3群新举办。白方表示，王恨台顶对1940年到今摒世传承，从来唔捌当过。这回庙方除了出版庙志，甲文化点点滴滴记录落来，嘛向市府申请市林民俗，希望甲地方民俗发扬光大，推向国际去。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下晡晡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6度到23度，中部地区是18度到26度，南部地区21度到28度，东部地区是19度到23度。外岛地区12度到2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总统未来要施政的时阵，到底是国防较重要，还是讲内政这施政较重要？这就是有排除的这个问题。韩国院长加油！江启臣副院长加油！未来的成果